真係估唔到咯。而家越嚟越多退休嘅老友記都中意選擇去高端養老社區享受人生。今日就帶大家嚟到廣州番禺呢間康養社區，睇下住喺度到底有幾嘆。呢度嘅居住環境真係一流㗎，大床房、雙床房，一房一廳任你揀，保證獨立私密空間，家電配套齊全，冬天有暖氣，沖涼有浴霸，真係暖粒粒。每日食飯唔使憂，自助餐日日新款，唔使買菜煮飯，慳時間又慳心機，食得健康又滋味。得閒可以去棋牌室同老友打返幾圈麻雀，去書畫室寫字畫畫，又或者去戶外花園散步吹風。附近仲有大型商場，食飯行街好方便。最令人放心嘅係呢度有3甲醫院醫療支持，醫生定期查房，小病小痛足不出戶都可以解決，仔女都話特別安心。睇完係咪都心喐喐想體驗下呢？退休生活本身就應該咁精彩，快啲嚟參觀了解下啦！